两头浪像个死手，拿菜缸头的海菜送到衙门里向去，要去过了。那么海红来自个呀，蹲在旁边当听门声，隆隆清爽。到这个死手上当，滴滴嘟嘟全部讲不里听。你们讲话是第三啊，云两天怎么吃得生？死手么长大理由。那么海红门清上么对大人看看，儿子，你记记了，你打开院门的辰光，统统要努力都吊死个。姥姥听得了低头的了，海红到底老公司，哈，不离随便当听清爽，蛮开心。哎，搿只屋子就蛮快，不久辰光到给他收罪，有衙门跟随，等到靠我自家头上路，就忙正衙门里下来。收罪有衙门啊，还有门口的冰清浪士，狼狈不堪。哎，门前的青草长得蛮高着，哪为12年？因为这个自由国啊，实在是糊涂。一日到夜吃包子老酒，不办公事。那么老百姓呢，有志自己，有衙门发来，都跑地路，跑到上村有衙门去告上个。该得老百姓发来告上嘛，衙门像该被差人扣着呀，不外花紧张，发下来的新风不敢开销呀。昨日等到下班之后嘛，爸爸小抬头了，妈妈相头了，还说第二只日个。今朝么2个差人了10倍，伊拉发了啥子？哎，老兄，哪了？后面个10个，哎，哪10点？你不点你有啥办法呢？哦哟，今朝一是你当班，你啥工头尽管？事情没个呀。谁是说？哎呀，我们昨天家里向做些生意呢，哎，辰光爱事体，分困心，现在没啥事体，两个旁边打客冲。哎，我当你讲，客冲别打，本地要看见，刚不里向来要听，你两高头也吃财不起。那么哪办法呢？没是机器个呀。机器个啥话？哎，但那两高头扎脱半几万。分了。多少？那个10块扎起7个。哦，有个做啥个闲话呢？3个我不就你们不就该？哦，要是在基本我还别讲呢，夫妻斗地炒几步。炒几步还不得啦？哎呦！你为哪吃法？咁么别别，今朝刚好，大家侪该吃，好啦。咁么刚好收收。好的。不能吃，那么几步把好两个头扎起，不晓得几个朋友真关键的。只有的阿母样们，这样，不在，这样，那个叫什么上是这样的叫？他这样的。那拍这样，你拍这样嘛有规矩关，当中各开一只旗子，你那各开这2张和这样的呢？别人各开1只，我要各开2只，因为我个拍2样个。哪2样？我是红鸡拍。不该啊，老就别了就是，该的了，不来，我出去，为到牛上花那。根本呢，猪水果，水果么超棒不得，我打他那只猪，没讲，那上面打猪啊？像哇，像，人家会扎猪啊？哪啦？我可扎猪了，自家后家里向呀，那个是像，来了对公呀，隔开一条河么像拿去做呢？哎呀，我搿只像，然后我该打是啦，看见对个只猪出去，像不头哈那个猪，弄那只猪就他10片有个像不头个，根本那样不好几拍管。不来，不来，里边有人吗？公司来着，女人来着，大胆外头一看嘛，不进个的，人得该来公司。是2位老兄，别客气，好，去，里边这个老爷也好，还好，多好，谁也得想，别哈故意，啥个事情？我们是2船呀，我们停在枫桥，有这个小船摇过来，我叫他不要摇过来，摇这个起劲，摇到我们2船边转，这个一算是一个。弄到2头上这个大窟窿，杀出2把袋豆米，要来我没有讲，你怎么知道？哈呀，懂没？还是蓝水新唱出走。什么意思啊？蓝调啊！老调。老公水里向都500，各种案子已经7个5个道在。老公是了。是啦。来，公司弄的。公司。打这过来呢，晓得起不来去。
看也看不清爽。那要么吃得深，不咋说光话是第三啊，大量是个人。王良是叫啥名字啊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嘛。看不清爽。叫宋龙。宋龙啊？这个宋呢？是我们老爷亲笔写的。哦。这个龙呢？是奴小盖。是奴小盖。奴小盖。哦，不然第一个俺就第一个想是出来是宋龙。小妹子，一个人名字会分两高的小。你要分工合作呀。哦，就会分工合作了，这个样的。那么宋龙人呢？就是这个老王八蛋。年纪没多久啊？年纪不小了。哦，好的。这个相反通报老爷。什么晓得在？通报老爷，最后老爷马上坐堂。那个来要少名家，那个你听着啊，把那地烧了还马上知道。来要没功夫。没有功夫啊。大今年再来。大今年再来。好。谁说啊？今天嘛，阿来上家。阿来上家什么意思？一个是亲。哦，这个苏州话，也是客气话。苏州话。今朝又好上一句子，好，让妈妈，我们是阿呆上家，阿呆上家，好，娘两个4岁，我什么回到两人老乡去，这大衣裤俺们得着，做工好，要紧打上来嘛。两位老公，相公啊，我是冤枉的。是叫。待人水果，邀请两位老姑多多的照应啊！你定心还在，与你哪里？有啥过年纪么回来吃苦的？呀，真是。几岁这叫？我小老73岁了。73岁咋？上上户人呢？我是南京人啊。南京人？这个本来是哇。苏州。好长时间没有来了。是那我晓得呢。一进来去去人才晓得，给他风脚是蛮危险的，谁有小屋里向对脱的，你也是呢。我哪里知道有这样的戏哦？那么大是的。哎呀，老公啊！我是居南京。乡村，婆婆家人做经营，正为恐惧构想一人梦，故而一来归战而与臣。我们南京乡下头人，因为年纪都再不大出来，那么等了故乡呢，只觉着义气了什么，所以这趟呢，叫只小柔到苏州来，一来嘛算算账，二人之间嘛来不相的散心。受尽风前风斗路，今晚两日定拍在水中心。我们轻轻一软，是在手一碰，加下了一口不能分享前的是拍松阳门。总要请你们两位老姑多多的美意几句啊！应当给。你们轻轻地语气轻松，虽然故事是早呀早就在心，你们公们一笔下水。总要两位老公帮忙啊！有事嘛，你听心还在啊？那么跟你来把口子笑。好。那么努力都两个人领到北房里向嘛，家里头洗手定身体。哦，了到北房里向一看嘛，北房里向灰尘大风，龌龊得不得了。哎呦，脚趾都忘过了。
地条了、藤条了、铁叉了、航把了，乱七八糟的了。旁边有条长灯，侪是灰，辣辣搿底下，侪不归。望正坐在那个长灯浪向，身体坐定，搿黑红是红的。对楼上跟看看楼底，你个回看10点好，搿出戏还要唱下去，搿种地方要来了，当桌上一放么人，望正桌上浪向擦咔一手气得擦扑擦扑，来了来放乌鸦。小苏州大寨5月衙门嘛，已经到至里向在。那么我要打听打听，这个5月衙门里向的楼要到底哪样弄？问问差人，李督再清爽，一进了一台个。两位老伯，别告诉这里是河西衙门啊。不错你们里边这位老爷们，他真姓大名啊？李先生叫沈德。我叫沈德。他到河西衙门做了几年官了？2孙子。已经做了6年了。有啊。那么他的故身怎样？故身你不晓得个？谁都在有什么吧？名气响得呱啦啦，出名的白龙洞。啥个白龙洞的啦？这是亲姑吧？松肉铁面包公，大家才晓得。哎呀，那么我在南京有门老乡听起来土长红头姑啊，这样一看啊，叫一见事实，耳听为虚。大概得来，我才晓得这个里向错了海。原来你们老爷他是一个大大的亲姑。亲姑了，你听我讲下去呀。就最在白龙头龙龙一得个秘密三事体，龙得摇摇头，10杠个白龙头。来一听啊，苏州人讲我蛮好不像，巴不得把人家一个苏州人讲啥。那好多个么好多个，头上过么头上过，白龙头我当时听米白公了，不晓得三事体龙得摇摇头，这个叫白龙头。他是个糊涂。糊涂的不能再糊涂着。我给你讲给我听听啊。我大你讲，如果这里屋里向大概高档的，真的不做过也别真。晚上里从三是个官迷，死得我得也做过。那么那该那个先生哈，你也那哈，你做里那哈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王，该来该去不然我不感兴趣，该真该打鱼米之乡。但苏州来做过，来个辰光讲清爽讲，不是真正来上人讲，只有来吃白相相讲。所以他只给他日里从来分白些个工。他8级不白工，他为让白工，要2不白工的，一不白工啊。要里面看戏玩。他媳妇。你来要是个戏迷，来这个欢喜，觉得得行。罗里个戏班子从外地来的，努力都海到衙门里向来唱戏，连唱几日天，唱大着，动地也不服，哪把人家狗子去。龙德高兴自家上台唱戏。你家老爷也会唱戏呀？听得实在都不够，是个偏语。他也属于你个衙门里向，你再要四处高上不头，还不是上衙门，再过叫西瓜哇。来要唱戏嘛，你出眉头子。怎样？这边呢，屋里还有事体，不有事体，不许走起这样。关着你等来看你唱戏。来要上台，拍手。来要下台，还要关着你拍手。来要唱结束，你大家一来一喊哈。他是上人，不是俺走，但明仔出来裤子拉下来，一把起屁股。哪有这样的公事啊？跟你关系没有啥办法呢？那么前一两天，他明仔在浪向稍微一些眼睛，还在一日天也是吃烂醉。真个吃一日天哦。长出饮醉不伤大雅，但不能过分呐。别吃生意，老百姓有自来归在里里啊，不管不问。是，我来是想不改，忙得不功夫，你都干啥个名堂？自家到手锅店里向去叫绝望。他不顾百姓的事嘛，他来做什么官呢？怎么能来相公？闲话说出来，心有里不顾丁大汉，不过来，
那个自己反而过哇，还有女干弄成个白干，白干弄成个女干，手得一点世界手不清爽呢，弄起差人也是一顿屁股开。他这样的活动，难道上级股不来顾他么？上级股啊，还错方法的啊？哦，要给几十里，错方法的。你是这样的，哎。上头有啥海过呢？那么我等你讲，这个是魏忠人逢年过节，这个礼品在送走。所以上头那里个是讲眼开眼闭，公开贿赂之外，步步相红。照你这样讲来嘛，你们苏州地方就没有好过了么？苏州上货不好过嘛。其他上货有在哪里？有的有真在南京。什么股啊？啥个股啊？中东上兵马钱粮，他子三百50采访。那个才讲到欧洲啊，南京采访的就是我啊。大家要听听看，苏州地方的百姓对我那样反应。他姓什么啊？姓啥？姓海。叫什么名字？叫啥个名字呢？叫来来啊！来来是什么子？名上不该叫我来来的啊！同样不说的讲。你们为什么要叫他姥姥啊？金钟例外。哟，给个姥姥说的看，爱民识字，为民生有秉义正人。上了你老百姓看见是你啦，不努力当大人，努力当自家长辈。你不叫你名字的，叫你海姥姥，娘母例外，金钟例外。亲是一家。原来如此。那相公啊，这个奶奶欢喜市场采访，他是你能够的该的，像你这样受了我眼睛没事，我努力自己叽叽叨叨，打你一讲，你像是不遇得空了，不说嘛，这跑队去对不呀？我对你妈妈我才听下来两个差人实在个苦，吃足，很推了。原来如此。我跟你讲，这2年呢，我也有帮忙是吧？怎样啊？听你都讲，说个采港头人啊。从南京要到的古代松江去香水海棠，路工地给到苏州要来喂个，地方来那个文物馆又给两人忙不得了，那弄打彩排嘞，准备人才，这个都偷呀，打落落个呀，最不啥个呀，这个来那个比起我们压杀个，那个啥么子？我个比起自家风压杀了不得压杀，你知道？他的脾气有什么关？来了嘛不欢喜，一本正经啥个社会的关注了，这样的嘞。你们呢都欢喜，也是啥先说，十绿绿绿出来过。难听响的，是啊，采访么十绿绿要修出来着。原来如此。是吧？呀，老公吧，被你这么一讲啊。小老茅塞顿开，我也费气呀。老公啊，我倒要请教，像我这样的公事碰了两手嘛，你们老有怎样的气质啊？那弄法，弄起来可高。怎样？他是李福在个说，门安置，选出来2张，发他的名字还在，还放在最早。没有大事。他是讲亲在起来嘛？怎样啊？那个原则叫你等出血不有小龙女没血哭了啊！你当时真的叫你等出血小龙女没血哭了啊！但是你当时真的要叫你出血刚刚到在怎样？那哈呢？发的那清高档才个等出血把名字叫出血个，我当时真的放我血了。可是我年纪大，怎不教学了？这倒不妨。分一个。小老有的是银子。罚他一起不本，这么有关系。那看不出老相公，你少给2个。老相公，那个怎样？不能不个是我晓得个。非是精斗精神，不理发得光。现在，要张忠。小老的脾气，生病只为被困，是不为张穷。你那个中年的不老板的那个呢？老夫啊，相为同胞劳役。
这让故事早了早就。晓得在。时日不早，使用了嘛，倒未必要开一个口在，要休息休息。你要再点安置在啦，有什么啊？我们来进去啊，病啊！搿差你奴子公是忙中里向进来的，上门口先看这个女啊，金山十家上十家头干什么？18、2岁的人啊，上至年纪在，小心点吧啊！金山，这个我搿张片子，忙中里向来冰来药，你像个老药姓孙叫孙德，哎呦，搿个故事天地良心，一道要吃得了最师傅的。最两别狗是干呀，但是这最白了，一年到要发口方。刚刚得两个死鸭一道吃酒，两个死鸭吃得缺乏现在，为主去休息。这个老鸭一股子也会吃酒，说嘛偷下来，往正酒壶上向一脱，拿着这杯子，嘿嘿嘿嘿嘿，是老兄，是来饮酒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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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金山大道里向。回老爷，哎呦，这个事业又来了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来干杯啊！也好得嘞，吃得醉得了人啊，把你当真我是师爷。回老爷，您搞错了，什么？我不是师爷，我是门公金山。你不是师爷？哎，是啊。你是门公金山？哎，不错。有什么事情啊？有公事。老爷这吃酒没有功夫，而什么有公事，老爷不管。老爷不管啊，是碰粮船的公事。碰粮船的公事是啊，是我们同乡。这个碰粮船公事要管的，要帮忙的。这个是哪一号粮船的啊？江淮市第3号。江淮市第3号。这个云梁千中是不是叫齐德胜啊？不错，是他啊！这个王八蛋是老爷不管，这是个生得了听见齐德胜关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都两手帮是天津人，我嘛是天津人，大家同乡，你都没得收起来才来给我花咔竹竿送到我衙门里向来，我们人是发得结棍的，让你都没得点好吃。那么我呢，三七擦擦，还有点馍馍。那么于是乎呢，你都晓得我会吃这个。天津打点五角皮给我吃，我里向房间里还有个五角皮，对着像小三这样搞吃不光了黑。就是这个切德生帮你辈子记账事体了，叫1毛8八，东地也不了，来这也不，不问我帮你啥钱，我又是不问你太了，我想我帮你那想不想？露露直播啊！你对我说，哎呦，你们大了呀，你们小姑娘帮忙应该吧？我不好吃，我做事也帮你，所以听见切德生的关系，是我老爷。不管，叫他们回去。老爷，公事已经来了。什么？已经收下来了？是啊。是个王八蛋，谁叫你们收下来的？啊，是，好，是将他入监啊。今天听说不是弄错啊，爸爸2手也是一个。老爷，他粮船要收监的。是老爷还是你当还是我当？我说收监就是收监。知道了。问下去。是。今天太无了，下不路呀，也好得嘞。是，哎呀，我也再得啥样子呢？该把小不里奇怪，不该把嘛哪样子谁该呢？今天想翻书那个布，我自家来吧。那么小一些，松龙的名谁该？我自该吧。对，一看嘛忙真啊对的。两差年看就的阿爷们，生都来要拿发了家，拿发了收监，谁给啊？你阿龙清爽，对你忙，我怎么会搞不清楚呢？不信你们看，那给罢了还呢？那么真的想法了这样，别吃过的，那从前谁给呢？不是谁干谁还是一个一3杯的洗，一3杯是个差年往浪一上喊出来，那么3杯是。
你想出去来3个差人，晓得，完了。哎，有工资。谁给？这4年我们我有工资了。谁给呀？哎呦，我谁给啊？哎我。做了江洋大盗的。不管。杀人凶手。啊，不是的。根本谁，不过点花头金哇。大两手。老兄啊。哪？你老公是怎么？这个半夜路要谁给？不要你混子了，还350。哎呀，你也不相信的。哎，那，给吧。哦，一口嘛，哎呦，这就来下干。啊是了，相信着了。哎，今朝还是半夜这个半夜出门。谁是说？来这吃饭是吧？哎喂。啊，根本不来呀，干嘛办呢？来，谁给这？啥的？真的，完了。白工人白人啊！我当你个理想大梁这个后头是个烂头子呀，不能往那上黑杀白人民。你知道噻？谁是说？根本我活龙想不来的，哎，我请不来的呀。哎呀，那个后头没真的，好，我来，别。2个超人的真的是害死，该把毛准备的一扛呢，30打上一步。老先公啊，老公，你们来了。来走。老爷讲我怎样的辞职啊？哪辞职啊？哎。老相公啊，你今朝云台不干？怎样啊？没溜啊！这头你10步7走了，还喂？哎呀，我要大大的出血了哇！呀，你出血的还在啊？我跟你讲，哎呦，你不要担心啊！怎样？一点点个小事体啊！分开讲，不要紧的。第3个讲，要努力修改呀。好，你待怎讲？将我书记是哇，当真真管公主大主管啊旁边个队员不懂事，王队员啊，弄不懂事。难怪这个亲弟，这个来了，听见谁给吓出毛病来？难看呀，你听见谁给开心的来？哇哈鱼，哇哈吃子3只，哇哈4哈1张分吃完。那真是我弄不清爽的呀，老相公啊。你倒没奇怪，跟你上龙看我叫听见谁给？我据闻。后世今日之中，经济甚好。居无上之心呢，莫与之为。今天将我书记，我推到街中去，无啥。啥不是？还是也不想。你不努力当给了，当个有忽悠的呢啊！但是我怎么来了？起锅之后，我只能写着。啥么子？原来这个实过的。半2就是个一点点的事体，要修改的，可不想回去。可是街楼里向冤枉公是不知计划，根本没好。说个娘到街楼里向去，我个来了，回看是就好。超光多人为了只有街楼里向吃故事去了，嘿，所以呢，这个我哈鱼，我哈在。这么还我呢哈呢？但有了让伤心是这样。来掉。还早，搿出是唱的该打门，就说吧，再弄我去名字想着。对李妈妈，你懂点啥？我到街楼里向，得万人再吵嘛可以，得你到弄清爽位置，我去放下去的。哎，我要去的。再去再来掉，哎，我谁子锅里向都正开了，你定心还在。一定要去的。那么我听呢。2个差人也不懂事。还有王队长，那今朝个事体我弄不明白着。谁是谁呀？遇得个实过，讲不起。这个半2肉么要修改。遇那个来了说得出，给了你去不想的是。那么呢，还有个底下人呢，更加弄不清爽。哦哟，你们非要记载，你们非要记载，那个水子锅里都中了海，是啥个名堂家？都不知啥个么子哇？喂，你都2高的呀？一个没要紧改，一个没非要紧改，但是也要紧改，非要紧改，你都2高的自个看不在。哎呀，那位老哥，不要动气啊！我这个下人啊，那他遇事疯疯癫癫。那个同儿有点疯疯癫癫。那个毛病也不轻了还。是了。好，我们就收起吧。收改啊！来，那哈。上银局。你3个来吃故事嘛？
还在哦，70几岁年纪在，银具轻个9斤，送个11斤，而且不是一个。哦，哎，不让银具。不要上噻。老爷知道你们吃罪不起呀。给我们家门上分满花，3个轻重才让你手里。这次我摘了便宜了啊！各种便宜好吧，自己来让他啊。好，老公，请啊！那么请假。你想怎么样？你看人家种强烈啊，不是要吃苦是3公，吃罪是外。来了，跟这2个差人啊，忙正给了而去，一米走呢，脑子里像个泥头，走过不停啊。大人平时说，在人。在玉米根，想当然一个为父母，他是父母子，希望为民心，他不顾黎民死于生。他是民不专利民，虽如长久应罪心人事，他是还居民政不更因。难欢喜吃酒，难欢喜唱戏，无伤大雅。但是你老百姓的事情不能不顾呀，你要是顾起来来顾一拍更难可以。我这样一点点的事情要疏开，可是那个街道里向有王公是不知计划来的。我只要想想公事要书记去，其中有万语都上升，我3其中对过3天并50，大师我今年去问一问清，与他们并非有没吃人民，他们和家大小落天人，老一米走一米香，嘿，跟子2个差人说到给打，给门跟水。哎，你啥人啊？本来这个哇啦哇啦喊嘛，里下个金杯头出来的。金杯头姓江九江勇，60岁，有个老实头老好人，本来做生意的。听见有人办开门，妖精走过来，手哐起他门，刚一开，哦哟，我当上人王头落头。这叫听上海，王头落头为插头的，王头落头儿。记得一点，哦哟，真的嘞。还有啥事体啊？有工资吗？有工资啊！哦，说老子杀人凶手噻，江大的。一下子半2周的工资，去给，那，什么的？哎。半2周工资10万，给的是大给，半2周工资让送到给的了啊！那么杀人凶手要关到罗大西，对对。那，是对的。哎呦，要是怕他再过来一看嘛，实在是该吧？哎呀，看上去你这个老妖真叫死金刚了，他不知。哪了？叫越大越不养人哦！绝对敢说个妖根本把2个工资有呢。No， 谁是哥哥来了？哦呦，把做了啦！找年纪在，好像年纪比我还大啊！你这样的啊？晓得在。做你干？有什么在？别去哪里啊？你是说？是啦。我小辰光当过犯人。对个，你是还。当过。对个。哎，老相公啊！
怎样啊？我刚才讲，这个一个是金杯的。哦，金长工。哎，汉人哦，还能定心汉子，你已经背在过里去啊。哎，大相公啊，那那定心，多定。我是你了外头，还要困的呀，还要开财房的呀。是啊。开得了一二天，眼睛一闭张开来，你再就放没出去。哎呀，一天上午至少要3天呀。上午在至少3天呀。跟你等得远米的是那个事情，都等2年吧。啊，那么你睡着啊？都是呀。睡着，让差你们吹。可里都罢。那么呢，这个金杯那个大人领到里乡去，归给门在，嘎。咦？为什么回去啊？咦？不许管，我要进来，开呀！归到一步啊，为不是这，外头有个人从做相处给，我给门啥个开了？哎，这，做啥了？归给门这个。跟我也进来吧。你进来做啥了？给他给了呀。哎呀，你下次你来相公东报啊，里头铺盖衣裳，谁让我打？我一进去服侍你跟你开。你进去服侍你。哎我。你到服侍来吃故事，你都来开财房来看。你要西瓜子，我要服侍你的进去。来相公啊，外头个小伙子，也是那个第5人。来一看嘛，到我海红呀，我那里向你在外头不定心，再好进来呀。但是晓得给了里向规矩，不能进来。他是我的小事，我是的呀。跟我叫上来多少？俺们市里向老相公的第5人。我们那等你打招呼在。哪了？该网上想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嘛，只能是一个，都是一个门我立不是个啊，你好少，对吧？他过来你起来这个动静，那回去着，乖他着啊！你黑得像毛用你都回来开着，哎，海红做娘娘，天子做相，让外头多走，细走。这么大人，谁对金杯的是在经常的吧？等你商量，你们不能进来，但是我有2句闲话要关照你来事，这是讲2句闲话是来事的，来事干啥？那么来吧，过来，刘仁公司门嘎哒一开，金杯的看嘛，这个朋友来吃故事哇，哈，说门子路啊，我是可以嘛，这个刘仁公门要我来开的，但是你自家跑过去。开着，看着国子动人是来吃故事，天了里向多精多吃，发自己说大的了。你才晓得，一口嘛，海红了外头多做事接上来。等会儿，老爹，过来。老爹，为啥你飞进去，你不要进去？哪么孩子哇？放心就是。金杯的大人们航班呢？不为的，他为人真好。我在里边都着。5天少则3日，我就要回来。什么子？这3年5年的啦，那么你叫我哪办法呢？你到附近找一家小客栈，开一间小房间。你要几生意思呀？有什么子哇？我开商人嘛，1年3顿花人民。特费。好难哦哟，啊为个啦？来掉，你身边还有2、3人子了还？没有。我来我不能做乡里向鱼了。不要他。做啥了？你明日来。对100人大人就够了。来掉，今朝要你做行金杯的谁要大人的谁要用的呀？不为的。侬今朝再来弄，来，侬再来弄。对你忙的差来我这不能开做香的呀，做香你看嘛，数码红包走过个行头在那箱子里向的，人家摆来摆去不看见个，一看嘛，哟，这个2家的卫生出不是个，要弄错的呀。他们头你睡到街楼里向要肉中放当着为人王继章明着起